原來喺一段長久嘅關係入邊，唔開心咧會令你變肥喎。體重對於已經拍緊拖嘅情侶嚟講，影響又可以有幾大呢？人有現實嘅一面，每個人對靚都有佢自己嘅標準。非常出名嘅離婚律師 James Sexton 喺 podcast 中都講過啊，佢有啲 client 喺婚姻協議中會加入太太嘅體重，你肥啊嘛，離婚嘅時候就分少啲錢俾你噶啦。2022年美國費城一個研究就想探討，其實有伴侶嘅人唔一定開心嘅喎，特別喺婚姻之中，影響情侶會否變叛嘅，會唔會其實係關係中嘅滿意度呢？呢個研究更加有趣嘅係佢有呢個發現，關係質素越高就越唔會覺得伴侶變叛，關係唔好就會更加覺得對方肥咗啊！去翻舊少少100年，美國一個長達10年嘅追蹤研究都揾到一個 point， 婚姻好嘅人甚至唔容易喺10年之後變肥胖，肥胖嘅風險相對亦都下降10%。不過如果一對情侶關係唔好啦，體重呢件事會慢慢變成一個乜嘢概念呢？喺平均結婚超過18年嘅夫妻之中，會出現以下呢一啲嘅現象。首先，當妻子 BMI 越高，關係滿意度顯著下降。如果老公認為老婆過重，亦能夠準確預測太太喺之後嘅婚姻質量會明顯下降。如果調翻轉，就冇類似嘅預測作用。老婆自認超重呢，就較少會向丈夫表達生活中負面嘅情緒。最後，體重係一個敏感嘅話題，另一半對自己身形有批評，呢對伴侶喺戀愛滿意度同性生活嘅頻率都會下降。嚟一個小總結啦，咁我哋睇到感情嘅好與壞會影響伴侶對自己身形嘅睇法。另外，社會對女性外表嘅要求仍然比男性更加嚴苛。